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推出一个台语版的图画书，叫做《山海的厝边》，互囡仔会当哪耍哪学着各种新笔的台语要安怎讲，认捌咱台湾的自然环境。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。湖如果台语是怎么讲？叫做亚伯。囡仔在图画书顶悬的生物模型，熟悉因的名甲所在的环境，这是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新出的台语版《山海厝边》图画书，用游戏来小解台湾的生物多样性。譬如讲，我知影黑冠马路，但是我唔知影台语伊要怎讲。哦，咱就知影讲哦，咱甲教讲，这个物件叫做暗光鸟。碰气，它为什么叫碰气？因为它的尾巴怎么样？蓬蓬的，对对。志刚老师讲，因本地就是台语底，但是像生物的专有名词，有的真正是真困难，所以伊嘛会去想讲是要安怎形容，互囡仔吸收。科教馆嘛表示，这套图画书分做5个区域甲城市，红树林等等的动植物，嘛有台文手册，互囡仔通豆豆学看字。你要翻的时阵，你会翻讲，华语安尼讲无唔对，不过台语就无安尼讲啊。而且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，内底吼拢爱把迄个文化的部分考虑入去。科教馆表示，这套《山海的厝边》进前就有华语版本，为着推广母语，因阁特别找台语团体专家合作，甲一寡馆底用华语教翻的新物，找出大家较通接受的台语讲法，嘛希望囡仔通透过耍认捌咱的生态环境。记者陈亚文、贾桂林、徐凯台北报道。